生命记吼上尾吼34章吼，讲到摩西的过身离开吼。一开始讲到摩西伊到这个山，帮我按一下好了，吼。尼泊山吼，到这个山吼，耶贝尔穆萨吼，这穆萨这是阿拉伯话吼。穆萨就是摩西啦，吼，基本上个这个山叫做摩西山，吼，伊伫约旦这个国家内面吼境内，吼，那耶表应该是山的意思吼，那穆萨就是摩西，现在的那个穆斯林吼，即卖伊斯兰的信徒，穆斯林有人叫摩西叫做穆萨吼，叫穆沙吼。伊到这个山，吼，这是伫迄个时阵是摩崖地吼，摩崖人的所在，去一个，其实尼泊山也是一个山脉一个山峰吼，伫北边更较悬的一个所在吼，毗斯加山顶吼，伫遐呢，上帝吼也当看到迦南全地吼，所谓南到北吼，他加下来说吼，从南到北所有的地方，上帝拢互伊看到，是安怎互伊看到？因为安怎？摩西会当入去袂？摩西看得见，却怎么样？过不去吼，伊无法度入去迦南地吼，是安怎？这个上帝吼，怪怪的上帝，好，他不让摩西踏上迦南地吼，你看摩西安尼40天带遮的以色列百姓伫旷野，其实是10几天就会当行到的所在吼，为埃及到迦南地，结果因40天，摩西伊的性命上尾40天，拢下伫这个旷野内面，带遮以色列伫旷野内面游走。上尾120岁时阵，即马上帝准备好要互以色列人入去迦南地煞甲摩西安那，摩西说留伫摩崖地吼，这个上帝有没有狠一点然后不敢讲上帝太狠哦。咱看圣经安怎描写这个摩西伊甲众人无共款的所在吼，伊死的时阵，耶和华亲身安那。甲埋葬吼，上帝亲自埋葬摩西吼，这伫圣经内面无第二个吼。圣经伊阁记载，伊讲摩西死的时阵，目睭无花，精神安那，无衰退吼。我即摆目睭就花咧，莫讲摩西120岁吼，伊目睭无花。精神没有衰退，各位兄弟，这样的描写是要甲咱讲什么代志？你知无？摩西不是衰老而死，他不是衰老而死啦吼。那照伊身体健康，伊若要活第2个100年嘛，无问题吼。那摩西不是衰老而死，是怎么死？叫上帝拍死不是伫上帝命定的时间上帝互伊性命结束的吼，真的吼，你安尼来理解吼，摩西不是没办法了，已经活到安尼吼，心脏、肺脏什么脏都换过了吼，活不下去了，衰老而死，不是，伊讲伊目睭无花，伊的精神无稀微去吼。来咧，圣经说，无阁兴起另外一个先知，亲像摩西，伫以色列人历史内面。先知满是，莫讲假啦，讲真正的大先知满是。伊讲无阁兴起一个亲像摩西安尼，最后一句伊讲这个摩西是耶和华面对面所捌的，你若看以利亚先知有，以赛亚先知有重要无？以赛亚重要伊伫伊个异象内面看到上帝阳光伫圣殿内面，以赛亚水拍落，规个人拍伫涂骹，有面对面，熟悉无？
有没有？没有啊！无另外一位，无另外一位先知，也是另外一个人。圣经记载讲是甲耶和华喏面对面熟悉吼，面对面就拢死去啊吼。所以讲，这个是最重要、遐尼重要的一个人物，上帝所重用的仆人，是安怎不让他踏上迦南地？各位兄弟，你们猜猜看，咱以后看卖啊？摩西有想要去进入迦南地无？有无啦？这个就是他，这就是伊甲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目的嘛，是不是？你们猜猜看，摩西刚刚打甲以色列人领出来的时阵吼，过红海，心内是安怎想的？阁无几工，咱就会当哪？行到迦南地啊，是不是？无拍算行40天，好啦，40天行啦。反正上帝的心意嘛，行40天，行到尾，目睭无花，精神无鱼味去，阁袂当安那？袂当入去，为什么不可以进去？民数记有安尼讲，民数记20章安那讲？耶和华上帝甲摩西亚伦讲：恁无信我，无伫以色列人的眼中的面头前尊我为圣。这个很冤枉啦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以色列人跟你画什么会，跟你哀什么会，无水通啉嘛啦，这个40年来大概没有一天没有哀对不？无饭通食，无水通啉，无肉无鱼咯，逐工咧哀嘛对不？食迄个玛拿，食迄玛拿40天嘛会生对不？逐工咧发，即个圣经记载。讲摩西受气，敲磐石2下，然后上帝就生气了。这个上帝真的是小气上帝就讲摩西敲磐石2下，即马水流落来，变是有通啉吗？毋过上帝受气啊！上帝讲：恁无相信我无伫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，甲我当作上帝所以恁2个拢不得入去迦南地。是不是？是不是啦？你们都不敢讲，难道不能求情通融一下吗？各位兄弟，今摆咱拜五星期五晚上的查经班都要在查出埃及记，是不能通融一下上一次咱咧讲到迄个以色列人拜金牛对无？有无？其实耶和华上帝嘛生气啊，这个生气的上帝，迄阵嘛是生气啊。讲好，这以色列人我要传播甲袂无。摩西，你的好诶，我重新拣选你，你的好诶，要去成就因为我甲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摩西就求情一下，讲耶和华上帝，你袂使安尼啦，你若安尼甲这以色列百姓抬死了埃及人怎么想？这是你进前救抓，甲亚伯拉罕的救抓呢？你不可以不坚守你的道你的誓约。所以后来亚哈那就通融了，有没有？不能通融一下各位兄弟，那若是你伫那个现场，会不会帮摩西求情一下？会不会啦？我妈呢啊，互伊去一个老人呢，是不是？互伊去底下跳一跳、走一走再死嘛，对不？这一点都做不到吗？各位兄弟，再看一下圣经怎么描述，就34章这里就好了。那个讲一个，耶和华亲心埋走摩西，这种殊荣这款的尊严，无任何人有的啦。圣经讲无另外一个先知比摩西较大的，伊是耶和华上帝面对面所认捌、所熟悉。这个认识 ，adore 这个，不是讲各位兄弟，你们认不认识柯文哲？认不认识啊？你们认不认识啊？你的市长你们不认识认识，有没有讲过话？就算他来这边演讲，你们也不敢来跟他讲话。不是这种认识不是你认识柯文哲的认识，
希伯来文的 adore 这个是表示讲，迄个性命紧密的连结，伊会当这样形容。哦，这个字可以用到这么深刻哈。亚花面里面所认捌的哈。啊来咧，伊讲伊伫埃及地，伫以色列人的面头前显出大能的手，吼，惊一切大而可畏的事，吼，大，佮惊世人的代志，这是摩西啊。圣经这样描述一个人伟不伟大？各位兄弟，这样描述一个忠心的仆人，是不是很伟大啦？你们都不理我，你们知道我的问题有陷阱对吧？对，我的问题有陷阱哈。这么忠心的奴仆，这么伟大的人物，是安怎袂使安怎？通融一下，咱来想象一个遐尼孤单，这么尽心尽力，这么老的老人，伫山顶安那，伫遐看，伊知影伊家己无法度入去，边仔人看到这种情形，目屎会滴落来袂？各位兄弟，会呢。哦，迄若我心内一定做酸的，讲，哎哟，拜托呀，上帝，你互伊入去看一个，你去遐坐一个嘛，啉水一个，你毋是讲迄个所在是老啥货？哈，老泥甲密的所在对无？遐尼水的，所以互伊入去一个嘛，莫带伤久啦，带3暝啊，3天2夜，再把它埋葬起来就好了。怎么那么绝情？难道因为你这个上帝？就是这句话吗？恁无信任我，无伫以色列人的眼前尊我为神，就是安尼，你我好入去吗？摩西40天，遮尔信任耶和华上帝，40天遮尔辛苦服侍上帝，敢若一个事件，伊就无法度入去吗？无法度得到耶和华的原谅吗？因为这个上帝一言既出啊，驷马难追嘛。各位兄弟，咱读圣经哦，上帝是不是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？是不是？我跟你们介绍，咱所相信的上帝是最会打自己耳光的上帝啊，你知无？好，咱这个上帝吼，无别的神吼，像上帝安尼常常扇家己的喙皮。上帝大家拢讲哦，安尼好啦，无要紧啦，算毋免安尼，大家拢安尼吼。常常这样打自己耳光的上帝是安怎？这个对摩西遐尼忍心，一点通融都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就遐尼重用摩西啊，就互伊会当伫旷野40天甲使用啊，煞袂当互伊入去迦南地。小可享受一下，一天都不要，莫讲一天，1个小时都没有，这个上帝卖心啊啦，好不？其实一开始上帝就讲啊，你知无？一开始上帝就讲啊，出埃及记30章，你手若有，你会当显一下，无你听我念就好。出埃及记第3章第1节到第10节，第3章是咧。记载摩西甲上帝第一次会面，初见面第一届，迄个时阵上帝甲摩西讲：我的百姓徛起伫埃及，因的困苦我实在已经看见，因为着多工的来嚎叫，我已经听见。我本知因的痛苦，当我落来要救因脱离埃及人的手，带因出迄个地，注意听。这里很重要，要带因出迄个地到肥水开阔的地，到老内甲密的地，就是这些人名就不念了，就是那个迦南7族，要到因的所在第90担以色列人的嚎叫的声，到互我听见，我也要看见埃及人苦楚因的艰苦。当你来，摩西，今天你来。当你来，我要找你去见法老，带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是不是句点？是不是句点啊？是讲，是耶和华上帝讲，带我的百姓出以色列人出埃及入迦南，
刚有阿伯在杀骨，有没有后面那3个字？没有，耶和华没有骗他。耶和华一开始，和摩西任务就是什么会？出埃及据点呐，就真的是据点呐。安哥有一点讨厌的所在是，上帝和摩西看到全部的计划，全部的异象。你想想摩西的心情，摩西伫旷野，伊嘛40当做牧羊人，不是旷野哈，在米甸40当做牧羊人，忽然间拄到上帝，上帝予伊的大任务。上帝讲：我听见以色列人的痛苦、哀求的声，即马我要来，带因离开埃及地，入到迦南地，吼，甲因对受奴隶的所在、受苦毒的所在，要甲因带到水肥个水，老呢老蜜，老呢老蜜，安尼讲敢对？老呢甲蜜。冷啦吼，无怪我一直讲愈奇怪吼。老冷甲老冷甲密的所在吼，有水无？迄个所在有水无？不要怀疑。当摩西徛伫遐伫听耶和华上帝伫甲讲的时阵，他的脑袋一定有看到那个景象。吼，本来是做受苦的埃及地，即摆要去一个做水。这肥沃的迦南地，会不会有那个图像跑出来？各位兄弟，这个叫做意象。上帝予伊看到整个大的计划、大的异象。摩西知影，哇！上帝对我的同胞的计划，是要甲因对苦楚的所在带出来，要带到一个最水的所在。啊，即马叫上带，叫我摩西带。所以我的想象一定是，我的对头安那，带到尾，是不是？这个奸诈的上帝其实无安尼讲，伊讲啥？等你来，我要甲你，你要甲我的百姓，带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据点就是据点。耶和华上帝并没有期待。进埃及，进迦南地是互摩西来带。各位兄弟，才有一个咱会当来学习，来互提醒的。当你看见上帝互你的异象，无拄啊好，你会完成这个异象，你会参与，这是一定的代志。上帝互你看到，一定是要互你参与。啊，毋过无拄啊好，你会完成。而且，这个异象若愈大，就是愈袂你来完成。吼，我常常在分享一句话，就是 Reinhold Niebuhr 吼，莱因霍尼布尔，一个德国裔的美国神学家，伊捌讲过一句话，他是伦理学的基督教伦理学神学家，伊捌讲过一句话，伊讲，伫人的世界内面，愈大、愈水、愈重要的代志，往往毋是一个人、一世人会当完成的。好，在人类里面，越重要、越伟大、越具理想性的事物，无法度是一个人、一世人做会到的。伊讲常常是一群人、侪人，搁若世代的努力，才会当看到一拄拄仔的成果。所以讲下这，咱若是咧参与一个事工，咱若是咧参与一个上帝的计划，做到要死，看无半项，你就好通笑啊！是安怎？上帝福气，互你参与到一件安怎大、搁重要的事工，毋是亲像以前台北市常常挖人行道，几天就挖完了，这个就是政绩，毋是，是互你参与大、有理想、重要的事工，所以你做半工，你拢安那？看无一丝丝啊成果，
我即马伫个人教会的即款的心情。我即马是参与一个安怎大重要的事工，我拢无咧看有啥物结果，做就是吼。所以意向越大，你越看不到结果。上帝伊的恩典慈悲，互你看到整个计划规个全面的意向，啊，毋过你看会到无拄拄啊好，是你要去完成。好，第二个原因，一个新的时代要开始，旧的人物大家退场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新的挑战需要新的经验。我们人有一个优点，我们会汲取教训，吼，咱会记起进前拄到的代志，咱会记起这个教训，啊来，咱会着甲伊正做经验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有这个经验，好通去面对以后任何的事物，啊，你有好无？你不要连这个都不敢回答，都觉得我有陷阱哈。啊，你有好无啦？有经验啊，来去面对以后会拄到的事物，啊，你有好无？有好吼，当然有陷阱啦哈。啊，人会因为伤过挖克伊的经验。常常甲你面头前未来的事物，都用同款的做法、同款的计划去实行，检测会当完成，检测会当解决，啊，毋过你是原地踏步，吼，这样子的做法，无法度互你的性命会当被开阔、较大、搁较深，吼，搁学较济，吼，人会依赖家己的经验。成长，各位兄弟，什么叫做成长？人生命的成长有几个元素一定爱做的。人生命的成长，咱得离开安全的所在，离开安全的所在，去选择陌生的处境，陌生的，你青分这事物，然后用新的方法去试看卖啊。这款的情形，性命较会生长。不过我刚刚念这3个，你就可以想到，一定会受伤，是不是？一定会受伤，一定会付出这大的代价。啊，毋过这是人的成长，一定爱拄到的。咱若是拢用过去的经验，啊，悠然徛在伫家己安全的所在，无爱去面对任何新青分的。人事物，各位兄弟姐妹，各位兄弟，这是绝对袂成长。你可以成为大师，啊，你也当真做大师啊，是基本上讲的达人，没有问题。你会是大师或达人，不过你不会成长。好，新的挑战需要新的经验，啊，不过上尾一个上重的原因，也个不是这，好，都不是这个，这个都不是最重要的原因。最重要的原因是，摩西若伫地，约书亚无法度领导，相不相信？好多安怎讲摩西啊？这个穆萨有厉害无？有伟大无？有重要无？以色列人甲当作神会超过未？以色列人的百姓甲摩西当作上帝，会超过未？未超过啦！这个人甲上帝是面对面，和上帝熟悉的人。伊死的时阵，上帝亲身甲埋葬。伊伫埃及地，伊伫旷野所行的奇事，无人会当做。伊带领这个人伫旷野无数次的胜仗，无啊个。最的困难拢解决，为食饭、啉水到地人相待，无一项代志，这个领袖无完成的。摩西是因的爸，因的领导，是因的组长。有没有人可以取代摩西？
各位兄弟，摩西哪个抑个活的，敢有人会当取代摩西？绝对无。所以好糖爱互伊死，好糖爱互伊留伫摩押地，互这个新的一代约书亚，新的领袖摩西换手，有圣神充满的一个新的领袖，伊好糖会当带领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入灭迦南地。各位兄弟，我常常提醒，40当伫旷野，上帝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，上帝有一个最重要的计划，就是要互对埃及出来迄代以色列人死了，是安怎？迄代以色列人伫埃及地是咧做啥？奴隶啊，当过奴隶啊，你做过奴隶。你一世人，你的心拢是奴隶。你若无去上帝更新你的生命，恁哪着看到这个以色列人，大概若拄着什么困难，心内咧想要创啥？要转来埃及安那食韭菜。我一直想讲是安那一直写韭菜吼。埃及地有鱼有肉有韭菜，韭菜是啥物好食的吼？大概若拄着困难，就想要转去埃及地。这是为奴的心态。上帝讲，这群人若无死了吼，无法度进入迦南地啦。所有进去迦南地的以色列人，拢是伫旷野生的，新的一代。敢若两个无？敢若两个是旧人物，哪两个？谁？就刚刚那个什么，约书亚。另外一个是谁？哎呦，那么重要的事情，怎么可以没有犹大的支派？没有犹大支派以后，耶稣怎么办？谁？迦勒，迦勒，这两个就是当初一开始接近迦南地，摩西派12个探子 spy 入去，12个入去出来，10个拢讲安那？哀爸叫母在遐哭，哇，阮死定，内面拢巨人，咱一定无法度。只有这两个说什么？哇，报得那西瓜嘞！这么好的所在，咱来安那？来退落来。只有这两个。看下这两个的其中之一，约书亚真做一个新一代的领袖。上帝要甲入迦南地的这个任务交代给约书亚。上帝知影人的软弱，看到人心的想法，伊知影摩西若入去迦南地，约书亚以后说：“冲啊！”那以色列人拢回头看啥？看啥啦？约书亚讲：“冲啊！来抬哦，冲嘞！”啊，什么？所有的以色列人拢来回头看啥？看摩西，摩西咧。大家才会怎么样来冲哦？各位兄弟，我不是开玩笑，这一定的事情。就是讲，上帝若和摩西对定，卖讲应带走在最后，对一些人入去迦南地，我看一辈子都打不下来。约书亚一世人无法度领应带这以色列人。讲到这，我真正爱做感恩，做感恩，做感谢，咱的廖牧师、廖牧师娘，各位兄弟，廖牧师、廖牧师娘，甲咱还阁斗阵，这是真正是何等大的福气甲恩典我真做一个新的牧师伫遮，廖牧师甲廖牧师娘，互我的，毋是我下头讲的迄个情形，陈牧师说冲啊，然后所有古亭会友都回头什么？回头看，因是这谦卑，这认真谦卑的上帝的奴仆，上帝的仆人，尤其是牧师娘，我伫遮一段6冬外的时间，牧师娘拢上济的支持甲教导，牧师娘常常会去我的办公室跟我很讨论介济代志，拢这谦卑，拢这大的迄个支持，
可能是因为吼，无顺娘甲我妈妈熟识啦。无顺娘自细就看过我细汉的时阵啦。这是一件文典，啊，毋过各位兄弟要讲的是，即款的文典无拄拄好介济。我有侪同学，我的同学啊，当牧师吼，他们大概牧师之间要见面，吼，啉茶食饭，都愁眉苦脸吼。啊是安怎忧头到面，吼，啊，阮的老牧师佮教阮弟弟吼，啊，他们的老牧师在，就什么事都怎么样，都有意见。啊，什么事都有意见的时阵，这个少年新的牧师就安怎？这可怜啊！你得要想想这个情形。我讲这个例子，你回去。